大家新年恭喜！一年已经过了，就要伫这几天的中间来结束。Hello， 一年几礼拜哈？52礼拜。今仔日拄拄是一年第52个礼拜。今仔日若了，后礼拜已经是2025年的第1个主日。时间咧过真紧，真侪时阵，人所想的无法度定照咱所想的来完成。有当时所伫咱的目睭前发生的代志，拢违反咱家己心内的想法、计划、意志。这是咱人生的一个，你无法度通躲闪，咱会当有咱家己的想法，有咱家己的计算。总是基督徒，咱爱确定一项，咱所存的世界，伊的变化超过你我咱的手会当拍算，会当控制。咱是活伫一个完全变化超过你我会当 handle 的一个时阵。这个是一个时阵的情景。伫遮人你是足软正软弱微小的一个存在体。耶稣国外的耶稣，若对咱的圣经讲这是有两种的讲法。有人讲这段圣经是后来教会的时代加落去的，有人讲这是耶稣国外的时对这学生讲的。遮咱咧讲一个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遮咧讲耶稣进前来对伊的学生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拢赏赐我啦，所以恁就去倒位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说咧。既然我吩咐恁的，恁就照安尼甲因教示。看，我日我要甲恁同在，直到世间的落尾。我要甲恁同在，我要甲你同在，甲啥人同在？甲遐个真正有commit伊家己照主的教示去行的人。天顶的上帝讲：我要甲伊同在，我要甲恁遮的人同在，直到世间的落尾。OK， 这个时间也阁直咧过，总是有真侪代志的变化。迄个变化，上帝一个应允讲，伊毋是要排除你所有的艰难，伊毋是讲恁信主信耶稣的人，还是讲做上帝的囝人，恁拢袂拄着什么代志。总是不管你拄着啥，才有一个应允讲，上帝讲，我要甲恁同在，直到世间的落尾。这个应允真要紧。那耶稣对这学生的应允讲，恁就去普天的传福音。这是讲，咱来讲大使命，总是这个大使命，学生敢有照安尼去行？无影。咱来看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讲对迄日开始，迄日当时，司提反下骹遮第2节，司提反为着信耶稣，然后这个信耶稣的司提反，互人掠去用石头甲钉，讲。众人用石头钉死，当时教会的一个执事叫做司提反。当司提反互人钉死迄一日了后，才来讲一项，对迄日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大的迫害。教会，所以这个遮拄则咧讲，迄个马太28章19节、20节，遐已经是。教会的时代，教会的时代，这已经是使徒行传到尾来的，这有的教会啊。耶稣死的时，国外的时，迄个时根本都无教会啊。遮伫咧讲着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迫害，迫害了后，讲耶稣的12个门徒留伫耶路撒冷，
村的使徒，村迄个使徒留伫耶路撒冷，门徒四散到独所在去，门徒四散，才咧讲到使徒，也咧讲到门徒，咱咧讲咱是信徒，这都佫走出来了。那通常人伫咧讲到使徒，伫咧讲耶稣身边迄12个叫做使徒。耶稣嘛，抑搁伫迄个年代，抑搁有耶稣找70个人去传福音，有无？两个70个，所以除了这12个以外，抑搁有另外一帮人，遐个人讲叫做门徒。是即马嘛有真侪教会伫咧做门徒训练。这所有的门徒训练是咧指啥？门徒咧指啥？为着传福音出去的人。所以现代有现代的门徒无？有，只要你若欢喜受造就、受装备，你欢喜为着传福音的缘故，你出去伫咧传福音，这传福音的人叫做门徒。咱呢？信徒，信徒佫分几啊种？信徒我洗礼，我就是基督徒啊，对吧？洗礼就好啊。叫伊做啥物工？洗礼我袂晓哈。来我教会创者我袂晓哈。你是毋是基督徒？我是啊，我是基督徒。然后呢 ，do nothing and nothing to do。注意哦，耶稣讲若即款的人，所以今仔日咱等下咱会佫讲到即个部分。OK。基督徒也阁有一群人，即个信徒也有一群人，但是即群人真少数。伊是啥？我是基督徒，但是我袂当成做一个恬静的基督徒。伊是抱着使命，伫咧出去，伫咧服务、见证、传福音遮的人。所以教会内面原来有即款的无共款，边仔是基督徒，但是有真侪无共款的形伫遐。OK。即个遮伫咧讲到，遮伫咧今仔日的圣经的背景，遮咧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伫咧讲到教会原本信耶稣的遮的人，包括耶稣的12个学生，讲叫做使徒的。耶稣过身上天了后，因人伫倒位？耶稣叫因都爱去传福音，但是人伫倒位？耶路撒冷。包括遐个国较伫身边遐个人，嘛拢伫耶路撒冷。所有信耶稣的人，拢伫耶路撒冷。总是耶稣要离开的时，甲因讲：恁着到普天的去传福音。遮个人拢伫耶路撒冷。安尼有违反耶稣的命令，因有去做啊无？无。即有一个问题来啦，大到伫耶稣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教会拄着大的迫害，但即个迫害拄啊伫遮。即个迫害对罗马政府下令落来，然后召一个少年人，讲名叫做扫罗。扫罗伊司提反互人用石头钉死的时，伊人伫边仔伫咧甲人顾衫，因为伫咧摕石头咧钉，讲钉到逐个人会流汗。流汗烫衫，谁人咧顾？讲迄个扫罗伫咧顾。即马即个扫罗已经毋是迄个干那咧共顾衫的，伊是一个大学者。伊伫罗马政府有真大的关系，人脉真宽，所以对罗马政府摕到一个权，要去掠基督徒。所以即个遮伫咧讲到，来下一页，来，对不起，哎呦，我就即个有效哦。扫罗残害教会，所以即个扫罗早前是咧甲人顾衫的，若定伊即马伊家己对罗马政府去摕到一个逮捕令，讲进入基督徒的家庭，挨家挨户入去，将遐信耶稣的甲掠来，关伫家里掠来刑，甚至有的人刑到死为止。因为伫即个遮，你看到一项。讲干那为着信耶稣，因都要受到遐尼大的 persecution， 遐尼大的迫害。即马咱的信耶稣会拄到遮个袂？
伫加拿大咱卖，伫台湾咱卖。我有去过中国，你敢若信耶稣，你就叫人掠去。我有去过迄个非洲，有真侪所在，因拢也阁有即款的，敢若为着信耶稣，你就会拄着真大家庭的迫害、个人性命的迫害、财产无去。OK， 则咧讲扫罗爱家爱父，进入人的家庭，强强甲人诱去。然后伫遐做各种的行业，关伫家呢。然后遮个人，遮个信仰所的基督徒开始走，遐个全分散到世界各所在去。然后因咧做一项，因拿走，拿咧创啥？传福音。注意哦，遮个人为着信耶稣，互人压迫，惊人掠着，性命、家庭危险。然后遮个人开始四散。但是因四散了后，伫咧做一项代志，叫做继续信耶稣，继续传福音。因无因为信耶稣，互人迫害，怎放弃这个信仰？因颠倒搁较坚定因的信仰，然后在逃走的过程，伫咧传福音，来看到这个精神啊，来讲这个精神。OK， 所以伫这个遮我提出一项讲，这个迫害造成分散、逃亡、逃走。这个逃走、分散，并无代表讲因是一个因认为因失败，并无感觉讲因是一个睿智，为着信仰真灰心失志，为着信上帝，因拄着这因的 complain 上帝。无你看到早期遐个，咱咧讲早期信徒。因迄款的热心，因迄款的精神，伫台湾嘛同款啊！伫台湾，咱早期遐基督徒真正是精神比咱加真好。咱即马无迫害，咱即马无人敢若限制，结果咱的家庭有真侪人已经无爱去教会。总是咱咧看见即马早期教会遐个人，为着要弃掉即个上帝，为着要得到耶稣基督即个福音，因怎样都要坚守伫各种的压力下面，伫遐咧坚守。所以才咧讲坚定信仰，然后上帝要帮助，上帝的确会帮助这个坚定信仰的人，要安怎伫正境的中间，伫情境的中间，伫处境的中间，然后上帝帮助恁转化。咱今仔日要讲这个面转化，但是要安怎样帮助咱家己会当坚守徛在，直到有一日回头一看。讲以马内利的上帝，果然是帮助我，果然甲我同在，果然陪伴我，经过试炼啊，经过亲像安怎黄金落花路。我想亲像黄金落，咱黄金即马足贵的哈。我会记得我2008年对温哥华转去的时候，我朋友一个朋友伫新营伫咧开因有2间金仔店，迄个时甲我讲，牧师啊。金仔即摆已经到浮着天啊啦！一个这1600，迄已经历史诶，无可能阁悬去啊！请问即摆金仔偌济？迄个金会当变做这个纯金，都经过偌济火炉诶炼。OK， 基督徒是伫即款诶情景下面，咱讲咱欢喜，亲像这早期诶，这个。耶路撒冷的信徒，伫各种的迄个压力、迫害中间，咱也阁要亲像黄金落花来。主啊，感谢试炼是咧培养我的信仰，锻炼我，互我拿精拿顺拿亲像你。这个福音都通过这个压迫了后，信徒四散。然后福音通过安尼怎直直开去，直直开去，直直开去。咱即摆佫直咧讲到，即个福音开到倒去。OK， 伫遮咧讲到现代教会伫咧传福音的时，有产生即个有即款的无共款的2条路线。有一条路线伫咧讲信耶稣就要得到救，信耶稣洗礼你就会得到救。但是有另外一个讲无影哦，若敢若洗礼了后，怎停留伫遐？
洗礼了后 ，and do nothing to do 的这基督徒，真正就遐尼容易得到救吗？耶稣面对这个人，有人伫咧甲伊讲：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福音，奉你的名，做这项做迄项，奉你的名。耶稣讲：恁这最歹来离开我唔捌恁。什么人是最歹？也有听无去行的，有开花无结籽的。咱即句伫即个遮，咱伫咧讲着对使徒行传第8章，咱伫咧讲着一项是啥？遮个基督徒因的信仰是用性命与生命相许，为着信耶稣，伊的性命遭遇着真多的艰苦迫害。然后甲即世间的世俗，拢真侪不受伤，互人笑，甚至为着要保持即个信仰，伊有真侪工作都无法度通去做，因为真侪工作都要拜六礼拜拢爱做，拢爱做。基督徒为着要保持即个教会生活、信仰生活、团契生活，然后伊欢喜放弃这项，欢喜放弃迄项，伊独要遵守安息第一套。啊，即个早期的信徒要安怎？今仔对咱来讲，当咱读这段圣经的时，我是要甲咱三甲来讲，咱年纪直咧过，环境直咧变迁，头前的路，咱面对头前的路，咱真正这条路，咱拢也毋捌行过。总是即个基督的信仰，上帝讲，我要甲恁同在。以马内利的上帝要甲你同在，通过耶稣的诞生，就甲伊号名做耶稣。伊要救伊的百姓，伊要陪伊的百姓，伊要互遮的百姓信耶稣上帝的子民，会当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活。然后上帝要甲因同在，以马内利的上帝来啦。然后通过即个，咱要安怎刻入来伫咱的情景的中间？咱的情景真正变化真大，咱也阁会当真正尊主最大，然后行活出基督的话，结出好果子，互上帝来欢喜，然后一切来荣耀归伫主。这个才阁继续伫咧讲着，招一个人名腓力，伊伫咧逃走迫害来，伊逃走，伊是中间逃走的一个人。伊若逃走的中间，伊走对倒位去？伊路线走对撒玛利亚。哦，若讲到撒玛利亚，你毋知你有想到圣经内面撒玛利亚什么代志无 ？OK， 耶稣一日伫中道，咧行路行到真忝，坐伫一个水井边，讲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要来抢水，有无？然后耶稣甲伊讲，互我淡薄水通啉。妇人人讲：先生啊，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是无往来，往来甲往来，我青年的时分袂清。妇人人是撒玛利亚人，甲即个耶稣讲：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即两族，自古以来就是互相怨恨，无往来。先生啊，你太甲我讨水啉呢 ？OK， 所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这是一个背景。这个无往来的民族，犹太人笑这撒玛利亚人，因是未得到救，因未得到上帝的慈悲怜悯，因无可能成做上帝的囝，因为犹太人看起因南过境。等于迄个亚述帝国来的时候，因讲掠再搁搬一寡人入去，然后因甲人南征，所以犹太人这纯的犹太人看袂起因，因就从安尼分开，毋通袂记这撒玛利亚人原来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所以迄个妇人人讲，因用的这口井是因的祖先雅各留落来的井，总是边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因内部有分裂，开。耶稣咧讲到一个譬如讲是撒玛利亚人的故事。OK， 有人去耶路撒冷做生意，转来到半路，互人拍到半烧死，等伫路边已经害惨要死的人，
祭司对遐过，利未对遐过，拢无帮衬即个人。独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经过，尽管伊甲包扎用油抹，甲包扎送个旅馆，佮甲旅馆的人讲：先生啊，请你照顾，偌济钱我才先互你，无够我转来再佮摕。讲即个讲叫做好的撒玛利亚人。耶稣用一个互相对敌的民族来讲到什么人伫上帝国内面有份，毋是利未，毋是祭司，乃是迄个用行动伫咧付出疼，用行动伫咧回应身边有人艰苦，然后真正会当付出爱、付出服务，对受苦的人有帮衬。即个，但即马即个腓力伊伫咧受压迫，为着信仰受压迫咧逃走的时，逃走入去撒玛利亚城。伊无看轻遮的撒玛利亚城的人，伊因传福音，讲众人静静听，注心听，一面听，佮一面看伊所做的代志，众人就大欢喜。因为撒玛利亚城的人，因为一个腓力，为着信仰伫咧逃走，总是无为着信仰跋倒的一个，无为着压迫来跋倒的一个腓力。最后，伊伫远邦，伊伫其他的城市，伊伫迷信所有的人的犹太人甲目睭中看这迷信的无可能的一群人，伊伫遐结出好的果子来。所以即摆若伫咧分圣经的时吼，或者基甸会伫咧分圣经啊，因拢用的名叫做腓力。OK， 讲只有侪人，有侪人受垃圾鬼附身变衰的、摆卡的，遮侪人，拢伫腓力信心的医治的下面，拢得到医治了。讲迄个城叫做撒玛利亚城，得到极大的欢喜，因为上帝的救恩进入伫撒玛利亚。上帝听通过腓力，互遮个人经验到上帝以马内利的神，通过使徒，通过传福音的人，真正临到伫迄个所在，惊吓不安，原本甲福音无机会连结的人，但即群受压迫的基督徒，因伫教会也好。基督徒的家庭也好，个人也好，拄着极大的危机的时，总是伫危机的中间，因为信仰的缘故，怎啊变做一个传福音到伫各所在去的一个专机。OK， 但即个就今仔日我要甲咱讲的一个信息。伫你我咱的人生的中间，咱有事实，无论是个人也好，关系也好，家庭也好，工作也好。可能咱拢有拄着真侪无共款形态的危机，甚至有真侪危机伫咱的目睭前直直要活来。基督徒爱有耶稣提醒的讲：你若看到一条树叶咧落啦，你就知秋天到啦。迄个看上灯 a sign。但基督徒要安怎？基督徒爱有迄个爱敏感性。对这个整个的环境，也有一个敏捷度，知影讲这个世间有可能已经伫咧发生什么代志，你我咱这个信仰要安怎帮助咱向前行下去？OK， 我想，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伫即个只引起提起几个话题。这是这个题目是 AI， 毋知咱知影一项。AI 即摆来会改变咱的世界无 ？AI 什么叫做 AI？ 人工的人工智能这类的产品 ，AI 的产品，伊真紧会临到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伫咱即代也未过去，这个 AI AI， 咱即马手机啊，
你知影即个手机出来了后，拍倒真侪公司，你敢知？电力公司无惊。我要离开的时，阮兜有电话，我转去了无偌久，讲电话去互阮囝废掉去啊？为什么？有一个手机就会使，毋免厝内毋免有线电话。即个手机拍到日本的迄个Canon，以前的翕相机Canon 拢倒落去，拢废去啊！敢若一个手机一个手机你敢若讲 Siri 安怎？伊就你要伫啥，伊拢互你啊。手机即摆即个 AI 出来，佮比即个佮较可怕。OK， 才有真侪，即摆赛车，你袂晓赛车的人，你拢毋免去换handle路啊，拢毋免去换handle路啊。OK， 家庭你若迄个行到厝内讲，哇，你有饲狗饲猫，人无转去，当时转去的时无饭通食。你敢若甲设定，还是讲踮你办公室，踮你路呢？你甲你的手机讲，厝内真侪物件，拢照时间甲你分配好势。AI，OK， 这一项，你即摆若破病，敢若大咧，若要看医生真困难对无？即摆 AI， 你若一个起来拍电话互 AI， 对方，然后医生会当伫遥远的地方。甲你诊断，你都敢若讲啥，然后伊就甲你讲，你即句的情况嘛，通过迄个，拢伫遥远的所在当做医疗。金融将来你入到伫银行，只有拢是甲机器人，拢甲电板伫咧处理，将来无啥物人伫咧服务你啦。所以将来若会晓用 AI 的人，伊嘛毋免去学校，因为上网伊要伫啥物题目。伊拢会当替你处理好势，甚至你写论文，你都敢若互伊一个题目，看你要研究啥，伊整理的资料比你用偌济精神来整理，搁较因为伊的数据是对全世界来的数据，搁甲你排甲好势。将来未来即个学位毋知要安怎创。OK， 所以敢若一个即个。即马无论是娱乐界啦、零售业啦、制造业，未来用即个 AI 的机器人伫咧生产拢袂甲头家踮咧讨价还价，讲一年薪水都爱起偌济，若无就抗议，讲踮规个工厂要甲你扯倒。OK， 但即个 AI 进入 AI 的时代，即个会造成偌济的工作机会全无去。即个对你对我咱有影响无？对咱的子孙有影响无？即马将来将来食老了后，当下伫咧甲你饲饭的已经毋是你厝内的人，嘛毋是迄个护士小姐嘛，拢毋是啊，是机器人。有的人到老来拢会喊爸爸妈妈 ，OK， 迄机器人会当做你的爸爸妈妈，伊会当替扮演迄个角色，然后互你会当得到安全。机器人将来这个物件拢会怎进入伫咱的生活，包括这边俄乌战争，干那迄个无人机。改变整个的一个国防的 AI 的产品，会当改变整个。所以未来若讲中国要安怎拍台湾因拢做迄足大台哪大台是哪危险哪安全？哪大台是哪危险？所以将来都敢若用这个无人机，用这个哪细的物件。来对抗所以真侪物件，全个规个拢车倒落去。原来已经设计好的一个进程，规个拢乱去。因为 AI 会造成咱这未来的世界这条路，你我咱拢毋捌经过。当这个社会安尼伫咧变化的时，台湾伫2025马上。过一个月，咱就进入超高龄的社会。
超高龄的社会，伊是100个中间规个65岁以上。超高龄的社会，100个中间20个，就变做超高龄的社会啊。OK， 台湾伫2025年确实就已经进入，少年人无要生囝，所以少年的直直无去，年老的直直进入65岁，这数字比囡仔出世的速度较紧。这个社会仲要直直老化，直直老化，所以台湾即马爱面对一项超高龄的社会来临了。所以咱直直无工人，但这个无工人的社会直直出来了后，老人直直多，老人年轻。来，我要请问一项，咱即句伫遮吼，咱即句伫遮差不多40几个人，65岁以上的举手一下好无？65岁以上的，一半以上，咱将近要到30个是65岁以上的啦，咱40几个人。20% 就是超高龄啊啦！咱即句伫这个遮，差不多3/4是65岁以上啊。对不对？那安尼你要想到的 ，OK， 咱的未来，咱要行对倒位去啦？这个年龄老化是一个威胁，也是一个打击。咱要安怎搁甲刻入来伫这段圣经？当打击来临的时候，迄毋是你爱，但是迄个打击你来，伊会逼你伫行去。那你要安怎用信用来回应这些你措手不及的东西的问题啦？唔通袂记得早期这基督徒，因面对这款的不曾有过的打击的时，因不得不爱分散四散，但是咧四散的时，因无将上帝甲放掉。伫咧艰苦的逃亡的过程的中间，因也阁尊主最大，也阁伫咧结果子。刘一拄啊，伫即个遮，咱敢有可能伫咧想讲，咱的教会拄啊伫即款的老化的过程，咱会当创啥？好，伫咱的会友的中间，已经有真侪无共款的 case。红长老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因为长老娘人衰老。就影响伊整个的生活方式啊，对无 ？OK， 那伫咱的家庭的内面，嘛有真侪无共款的问题来临。毋通想讲咱的囝真稳定，咱的囝真好势，然后你我咱年老的过程。因拢有法度出现伫咱的身边，伫咧陪伴照顾咱，无一定。那安尼要安怎？教会有可能因为这个基督徒的信仰，这个上帝应允讲，我要甲你同在，以马内利的上帝要甲你同在，然后这个同在是你的性命，上帝要陪你的性命。这个信仰会来要陪你到世间的落尾，这个应允，要安怎继续伫咱的中间来存在？亲爱的朋友、兄弟姊妹，请咱来记得，这个的确爱刻入来伫你我咱的生命的旅程的中间，当做一个问题来想：信仰要安怎样陪伴咱？无论什么代志发生，我想伫即个遮，我要呼吁大家，伫本来比的教会，伫本来比甲迄个温哥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母囝2名教会，你至少爱有5个到10个好朋友，同信的好朋友，定定爱联络，
因为遮个同信的朋友，定定伫教会，定定伫团契，伫咧互相生活的遮个人，恁若咧保持联系，你也伫恁代志，即个社会继续发生足侪代志。即个教会嘛会有真侪问题发生，总是恁的关系无互遮个拍倒落去，恁也阁维持迄个紧密的关系。爱知影你甲你的好朋友有可能意见无合，主张无共，但是恁也毋通为着安尼拍歹。信仰徛在，然后也阁会当无共款的年龄，互相会当互相 cover， 互相，所以嘛都爱去交一寡年纪比你较大的。年纪比你较细，较大的你去陪伴伊，较细将来伊会当陪伴你。即个团契、教会、团契生活会当慢慢伫即个遮，通过咱真正彼此相听、合而为一，然后关怀服务，然后咱真正活出一个基督徒无共款的，甲即个社会无共款的一个生活圈，然后咱互相会当真正有即个信仰直直陪。上帝，你甲阮三同在，直到世间的落尾。是啦，社会的变化真紧。其实明年，中国已经对因的核心讲出一句话：2025，厉害啊，我的国！2025超越美国。然后因伫咧讲学习台湾，留岛不留人，这是真的哦，无拍算。当因直直安尼咧花迄个气势直直来的时，全世界伫咧因讨的是西藏，迄个新疆迄边遐，用不羁的手段，关遮的人，然后做一寡棉花的代志，逐个人伫咧制裁新疆，然后过来伫咧处理香港。因直直要攻打台湾，即个计划怎安尼直直退后，过来 COVID-19， 过来迄个乌俄战争，然后这台湾的问题，所以这段时间，互台湾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然后怎直直起来。那无台湾真正，你来看到即马即个，因已经早就渗透到伫台湾内部来啦，早就渗透到台湾内部啦。若无遮个代志发生。迄个川普无成，迄个无成起来画迄个，今仔日的世界，所有的民主国家拢受到真大的危险呢。各位，感谢主，但咱即摆已经直直行来到遮，行来到遮，咱咧看到即摆即世界有几个真大的变化。你想讲川普甲迄个迄个特斯拉，迄个叫做啥？马斯克，注意哦，马斯克伊个人的星际的科技已经比侪国家更较先进咯，甚至比美国本身较先进咯。川普甲马斯克连接，然后川普佮甲迄个以色列连接。你看以色列敢若伫即个短短的时间，规个中东遐，伊一个顶次我有小可提起，伊都有法度通好。做整个，但这个若起来，然后佮连到迄个台湾的台积电甲 NVIDIA， 即几个势力若互伊起来了后，未来的世界变做啥？留意爱替台湾祈祷，台湾若会当真正即步佮行过了后，台湾即步若佮行过了后，台湾甲美国甲以色列规个这拢连起来了后，台湾的下一代是也佮有望，若无是真危险。所以面对2025，这条路咱拢毋捌行过。面对咱的老化的未来的安排，这条路咱拢毋捌行过。各位，愿主帮助咱。只有一个问题是关系到你甲我，这毋是你我爱，但是年龄的直直去，很多问题会自然发生，咱有能力去处理这个无？世界的变化。这个局势的瞬间变化，你我咱拢唔知影，你有法度通赢过无？要存留下来，互咱甲咱的家，因为有真正有信仰，然后上帝保守，然后咱有法度通赢过到
圣经才咧讲，我想现在苦楚比将来的，想起比将来要互咱的荣耀。现在苦楚比将来上帝要互咱的荣耀，现在苦楚就不算得什么了。安尼这意思，这个讲到，让我们用信心邀请上帝的神甲咱同在，互咱会当赢过现在每一种无共款的苦楚。然后真啊，你若有法当度过了后，你有法当度过了后，你就知影回头过来看，万事互相效力，要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啊，今仔日迄个希伯来遐伫咧甲咱讲的是信心是啥？信心是对迄个看不见的事有盼望，对迄个未看见的事有肯定。所以咱凭着这个上帝甲咱同在的这个信仰，咱真正咱就望见未来，望伫未来。你我咱是一个所谓讲得胜到有春的。啊，感谢为着24年啊，咱感谢天父伫基督的厅内面保守咱安然经过。然后面对2025年，咱恳求天父，搁伫基督的内面保守咱，会当赢过所有一切的灾难挑战。合一甲三听，永远是咱伫咧追求的一个目标。咱三甲来祈祷。阮搁一摆感谢主上帝，保守阮伫过去的年，阮要恳求主上帝，互阮明白知阮生命的有限，甲生命的脆弱，就是因为阮生命真脆弱，所以耶稣甲阮讲，恁着合而为一，着团结，恁着彼此相听，相听，互人伫两者的中间。也阁会当继续活会落去，也阁继续笑会出来，也阁继续会当有人相陪伴，行向新的未来。世界亲像好驶，总是有主甲阮同在，阮就会当得胜到有春。但愿主的神保守阮，我们用欢喜、用信心、用望。勇敢行向新的一个完全毋知影的年，我让你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